领导嘛就颁布明年黑木武汉老北荔枝花等国际史就该进来。武汉老北年黑木国比阿口米知识，荔枝花比30花阿这，我到嘛老北的嘛我嘞。这里嘛也都要嘛各口国比都是华南的ที่国比都也不。结果呢，你一巴掌我不得你安那火，你那行来的，安那你一个过老还是，一把一的时候司机还是啊苗的这样啊，就等么过。真的你一时在人家苗空啊的，你不能你嘛的，一个就成了，但你不会去过一直求进去来哈。这里过到苗那就要不提高过你马上马我的老还是么嘞？做这里就是人家就啊，我就我下来嘛是做这的，啊，我到吃就过来做这啊，没知道我的过来你花都嘛去后来没煮的刚啊，不懂嘞，你吃花椒嘛哈30行啊，我哩我的不，他结果俺那里嘛就绿球也是，对的，过到那花球就的都么过来的，我嘞，还有花个第二本啊，对。我等那过那你我老花嘛，我老怕，就糊涂是啊，过去我的嘛是我老嘛哩呢，哎，没得过比是个解释的对，瞧下呢我嘞瞧这个我嘞，基本上你路还路比过，没得米吃的嘛，我嘞还我的是，这把那给俺我嘞的是这，我嘞又是家庭这，就是嘛礼服包嘛，礼服包嘛嘞服都是你二过去谁带上的嘛是。我老我等那还不怕着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搞高呢，对，瞧就2月花个棒嘞，啊些时髦的花嘛知不？啊那你不你嘛的嘛，这礼服那地服都是过去谁带上的嘛是？结果呢你哦，俺家这嘛这，俺呢，对，俺家这俺呢是刚弟要求嘛不？结果我等一个过求认识，结果我那里就得求人。二个就谁带好的嘛是嘛？对，你的嘛你不当嘛我呢？哎我做的嘛呢？有那就是嘛不？哎活的呢？地方都是里活的呢，就那里呢。我也没有这和木光嘛的，没这种路边嘛光噻。哎我的俺们嘛是和咱的这个就是那。对，结果呢你2月花发的嘛个不？2月花就一走一走。我当然我不给是穷的事嘞，结果感觉活的不一样。俺那组长呢就知道嘛，过得吃，过得吃就知晓的呢，就你付那有多的服，就那里呢，你付的小人玩样嘛，我们都是搞的在家嘛，这样来说啥的，原来你不能这样回答嘛。结果我穷的时代的瓜师傅，人家的嘛是这组长就是。哦对，这国话呢还不咋吃嘛，还不泡两个，而且还不要国就谁点好的嘛是嘛？你妈那里咋不知道呢？人家把我现在就是咱们那个考的是人家嘛，还不和那国就一定谁点好是怎样的嘛是？对，怎么呢？个那是嘛多点嘛大嘛，还不和的点恰恰的都是人是呢。可能你这个个也把这个要离发展人了，啊，我们还活得吃。对，结果到离发就啊不得那里，不过的话就只20-25年的没事。